这次人工受精又失败了，还是老问题，是精子的质量出现了异常。其实，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。没关系，那再多试几次吧。医生，我们下次什么时候再来比较合适？我看不用来了。仁义的确是一个很有才华又浪漫多情的人。原本我想把他介绍给爱宝的，可是他们似乎都没有这个意愿。仁义明天又约我见面了，他的热情有的时候真的让人无法抗拒。我的理性告诉我，我不该跟他走得这么近。可是，我竟然会有一种邪恶的想法：要是仁义，他能帮我怀上孩子，只要我不告诉逸轩，那这个孩子就是我们的了，是我们自己的孩子。可是这样，真的可以吗？很准时嘛。
进去再说吧，有人会看见的。谢天谢地，我真的怀孕了，我终于怀上孩子了。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我该告诉逸轩吗？可是这是仁义的孩子，对他真的太不公平了。不行，我还是应该再隐瞒一段时间。现在告诉他，他会不会怀疑呢？只要逸轩他不清楚我的怀孕日期，应该就不会被发现了吧？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？我终于怀上了孩子，我应该高兴才是啊。可是我的心里怎么这么难过呢？我到底做了什么？我到底对逸轩做了什么？可是我真的只是想要有个孩子，想要有一个完整的家。老天爷，你可以原谅我的自私吗？南梦，南梦，来啦。想我了吧？干嘛讲这些？重新开始谈何容易呢？我和逸轩彼此背负的罪恶感，让我们渐行渐远。而仁义又像挥之不去的梦魇，明知道该结束，可是却又侥幸地继续着，好像和他相处，才能让我忘记逸轩和爱宝的那些画面，才能让我的心有种可悲的平衡，忘记我们已经支离破碎的婚姻。我懦弱地藏进自己的幻想里，逃避现实的烦恼和所有的恐惧。我好像已经不是我自己了，可是却仍然表面平静地过着我们的生活。
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睡？手头还有点工作没做完呢。你怎么不问我去哪了？如果你想告诉我的话，你会说的。我去洗澡了。我必须终结和仁义的关系了，为了逸轩，也为了我自己。可是该怎么开口呢？我知道，为了这个家，我必须悬崖勒马。我真的想要好好的和逸轩过下去。仁义约我明天见面，我必须要和他好好谈谈，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结束这段关系。为了这个家，无论冒多大的风险，我都必须这么做。老公，我和朋友在外面吃了，你自己也吃点东西吧，别吃油炸的，对身体不好。老公，我错了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用我的一生去弥补我的过错。对不起。干嘛啊？觉得我们不该再继续下去。什么？你快回累了。